全世界拢伫咧抢武汉肺炎疫苗，不过就算疫苗也无法度保证讲一定会产生防护力。清大的医工所研究团队因即马有研发出一种快肽气片，只要滴一滴血15分钟了后，就挺好知影讲注过疫苗的人敢有法度产生防护力。甲试剂滴在气片顶悬，免偌久的时间，气片顶悬会甲你讲，你的身上敢有新冠肺炎的抗体，参一般民众踮厝内测量血糖同款方便。确诊的病人或是施打疫苗之后的民众，血清里面我们可以得知他的中和抗体的量的多寡。那比方说中和抗体的量多，代表相对应的施打疫苗之后的保护力有起来。台湾对外采购疫苗传出好消息了后，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嘛随针对注射疫苗了后，是不是产生保护力，研发出这款快速检测的气片，甲目前传统的方法比较，那速度较紧，费用嘛更较少。我们有很好的临床的医师，我们有很好的研发能力。那除了口罩国家队之外，我们能不能结合国内的业界的朋友、医界的朋友、学界的朋友，在政府的指导之下，我们能不能打造我们自己的世纪国家队？这一次呢，就是再度展现全世界的大趋势，临床医学加上卓越的科技，是可以使临床医学各个层面向前迈进一大步。为要让检验的结果更加准确，更会使配搭这台会使随时扎在身躯边的机器，把气片插入去，经过分析，会使知影疫苗对人体的保护力发挥到什么程度。目前这套气片已经甲病医以及厂商合作，希望会当加速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